非常歡迎大家出席今日嘅活動嘅，一齊見證港燈推出齊學 SDG 行動嘅指南，攜手實踐 SDG。咁除咗盡力做到環保發電呢，我哋多年以嚟咧透過綠德開心計劃推動咗公眾教育 SDG， 亦都可以解做咧 small daily gestures， 即係每日做一小步，積少成多咧，亦都可以全方位支持呢個可持續發展嘅。我哋港燈特別安排咗專家為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設計出一套獨一無二嘅可持續17式健體操啊！我鼓勵大家好似我咁樣，每日都實踐 SDG， 以致我哋真係能夠做到低碳嘅生活。再加上咧，平日我哋嘅飲食習慣咧都少肉多菜，更加好啦。希望咧學校裏邊嘅老師啦、同學都可以多啲留意，由認知去到實踐，去到行動咧，去一齊咧去推動我哋可持續發展。全球暖化問題係全人類，包括你同我都要面對。希望大家可以透過港燈嘅齊學 SDGs 裏面嘅52個行動，一齊去從生活上去努力，為地球嘅可持續發展出一分力。大家記得跟住呢本指南，每個星期做一個行動，咁全年咧52個星期就可以實踐晒可持續發展目標裏邊17個項目啦。希望大家都為地球嘅可持續發展出一分力。